天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综艺圈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小結問嘅麼？阿權妹先問大家一個問題：去年啊，冷天的時節，大家又發現，天時其實冇乜嘅暗冷，韓國今年嘅雨水又下少，按樣嘅天時變化對人嘅環境會帶來乜嘅問題呢？天會讀到嘅就係花可能開到凍少，嘅花開到凍少就有可能會影響到大家都凍好食嘅盆塘。嗰個今年嘅盆塘，聽講因為天時嘅變化變到凍少，韓國前一步嘅農業會咪推動伊嘅補助，就係一條盆農用嘅小型嘅農業機械做得要拿到補助哦，就係因為呀盆農進來更辛苦，希望做得同伊也得聽說一啲啲咧。其實福起來一路以來收嘅非常多。盆農同大家來收嘅認識，認識嚟乜嘅白花盆塘啊，韓國牛年盆塘啊，荔枝盆塘，按到盆塘嘅種類，全部就看過嘅、識過嘅、談過嘅，唔過大家有去認識，做一條盆塘嘅盆嘅麼？今日就要來同大家來收嘅一條盆嘅韓國氣色啦，盆嘅見來見少嘅，今日就要來同大家收嘅做馬街哦，細細嘅來分享節目地度嘅來賓來分享苗栗嘅後生盆農文化分享。大家好，我係來苗栗嘅盆農總文化，今日同歡喜來到一節目來分享我學盆嘅經驗。冇唔錯，我同大家來分享當道嘅知識，今日甚至未攞這個盆嘅觀察箱帶到來節目現場，對不對？嗰陣我一下叫我你講見聽到嗡，全部就係盆嘅。嗰時候你想我來請文化細細同大家來小結一下，新來大家都啲嘅講盆嘅見來見少，又係真嘅，又係假嘅。哦，真嘅啦。真的，聽講有當到種無佢用嘅原因造成的。還有嘅就環境啦，環境，然後還有氣候異常，像今年荔枝牛年冇開發，其實唔單單喺台灣嚟啦。我嗰年其實我有聽到南部一個老師講啊，佢去泰六考察啦，泰六中國泰六，講廣東省嗰片嘅牛年荔枝冇開發。哇，嗰時候也唔係像台灣嘅情況，可能係全世界嘅情形。全世界嘅情形。天時嘅變化。天時嘅變化，還有就像農藥，從嘅先講就農藥咩？對，你環境嘅破壞。環境嘅破壞，還有水啦，一條工廠嘅廢水啦，係咪排到田地部啦？還有像人屋下有種菊花啦，種菊花冇乜嘅咩啦，不過食菊花藥嘅啊，水啊，盆嘅會去濕的就會小。哦，嗰時候尤其係像苗栗同樂嘅片，當人種菊花，有嘅種菊花可能會噴農藥。農藥係。係講盆嘅冇杜好，冇杜好，去到也有些農藥嘅菊花田。可能就會種，所以人就會同嘅花農一條講拜託你食藥嘅康地去食，然後食咗以後，啱不要落冰水，洗槍落洗多。哇！人就有飼養過嘅啦，按你做對。對，嗰時候其實盆嘅會受到當到因素嘅影響，來見少。尤其前一部嘅咩有天陽啊，前幾年有一個叫風電影，有咩係啲嘅講因為花減少嘅，花開到凍少嘅，嗰時候。盆嘅做得採嘅花咩變到它少，嗰時候它就沒有辦法有盆塘出來。係啦，其實我因為出隻盆嘅減少嘅導火線係農藥，有一個問題係導火線。盆嘅種脫以後啊，佢開始冇好食咧，盆會小，種脫以後會較惡，有隻盆嘅佢會去搶配啲盆嘅。佢就搶配上嘅盆嘅來食，去搶啊！佢即個有人講嘅有寄生蟲嘅，刺嘅啊，對，佢就同刺嘅帶到野上又去搶配咧，安尼鬼蟲就係。嗰時候因為呀，農藥本呀盆嘅種脫，嗰時候會本佢產生一點變化，對，還甚至會攞一條身上有的片頭帶到去配上嘅盆嘅到底度。哇！那像這樣子的偏開啊、蟲害，係唔係對盆嘅沒有動態嘅影響？有哪條偏蟲害會對盆嘅造成影響？偏蟲害像有嘅大部分就人講刺嘅啦。刺嘅國語叫做什麼？蜂蟹蟎。蜂蟹蟎。它不算昆蟲，也是豬形綱的。
它比较像蜘蛛，蜘蛛，蛮累的。它会生膨的啊，虫啊，卵，蜜蜂有分3期嘛。对。卵，然后虫，还有蛹期，对。它蜂蟹螨就是入侵到虫期，就会吸蜜蜂的血淋巴，哇，顺便把病毒带进去。那台湾常见的有6种病毒啦，那主要就是残次病毒有一种，就讲生出来的膨的，你看到遐膨的地方，佮加热啊，会冒热。哈，冒热伊就专门在鼻出去的啊。嘿，臭就这样。哦，然后就会传染啦，它也会上一代传到下一代。哇，对。古时候也着偏从开，还有刚才因讲嘅暗道因素都有可能造成膨嘅进来进少，就进来进无膨同好些。不过既然今日爱同大家来小嘅暗道膨嘅，没有来同大家小嘅，其實喺台灣看到嘅膨嘅種類唔單止一種天天，有非常多種。今日咩用來準備資料，愛同大家來小嘅一下，下接看到嘅膨嘅有哪度？也較接看到，也下講嘅膨嘅係西洋風啦。西洋風。西洋風又有東多種，講嘅我們主要係意大利風。嘿，東多你學膨嘅就是用這個意大利風。客山嘅會本膨嘅小道嘅，就講嘅體量膨啦，虎頭蜂。嘿，咩有人講牛羅膨？牛羅膨也得，就是虎頭蜂嘛。還有那個黃叫骨，就胡蜂啦。胡蜂類的，生肉嘅啦。哈，佢一定就佢會搶生人食其他嘅昆蟲啊，係。古時候搶呀胡蜂，佢會食其他嘅蟲誒。係。這麼可怕？對。所以一般嘅蜂誒，佢會食。佢會食。佢咩會食？佢會食，所以學蜂啊，還有會多一隻產品啊，就是虎頭蜂。我們抓到會拋酒啦，因為你學太多這個牛肉膨愛食的東西耶，古時牛肉膨咩會來食呀？一般嘅膨誒，這種是西洋風嘛，對不對？其實對一種人工的體量膨啊，學膨的蜂場就像它飼料場一樣。啊，你提供了太多它的飼料，所以它就會一直飛過來。對，它就飛過來。那我們通常初期就會夾種，捉夾膨網啊。它初期的時候抓到虎頭蜂的膨網，對，捉到佢就會就先把它消滅，不要讓它回去。對，早春的時候。所以大家要注意到呀牛肉膨哦。不過除咗牛肉膨同一般嘅西洋膨以外，其實還有其他嘅膨誒。就還有青苔到台灣就中亞。人講嘅野蜂啦，野蜂其實其真正名稱叫中國蜂，或中華蜂。中華蜂，所以 Andy No Boy 野蜂，他接看到，較細隻。咩本人學嘅？有，咩人學？因為西洋蜂跟中國蜂沒有辦法向下學啦，因為西洋蜂較大，佢會去搶嘅。古時候有分種類，唔過全部就係做地用來學嘅。韓國千米一人家撈到你係吃下唔錯。雄蜂，雄蜂就是蛹誒，台灣黑熊的那個熊誒，雄蜂有暗蛹嘅膨嘅種類，長得很像熊，毛茸茸，很可愛。真的假的？全身都是毛，對。以前會出現到那個童話故事裡面的角色，是，對。那它很適合授粉。哦，那你講，因為全身都是絨毛啊，很容易全身沾滿那個花粉。啊，但是缺點是台灣本土的雄蜂都在中高緯度。中高緯度係它白的素材，它白片。平地就比較難飼養，所以一般溫室裡的雄蜂都是用進口的。目前台灣是這樣。古時候有懂得溫室裡面甚至係學也暗用嘅蛹棚，來專門為了授粉。對，有。哦，有哦，這麼有功能性。對，像學棚嘅青苔，青苔對沙飛嘅貢獻就是我們會幫人家授粉啊。對，像我們苗栗嘛，對，4月5月。黑龍的西瓜啊，西瓜也可以借由蜂蜜授粉。西瓜農很愛我們，因為顏色糖講嘅媽媽可以做嘅工法，還可以揾嘅麻煩，人工授粉，對，要人工，很辛苦。像因為西瓜花開嘅時間要度後，牛年花會結束，所以一定要種西瓜園。
当然就就会打电话讲，哎，要得进来嘛。南部人去采跟牛肉面，采的就要夹夹去吞书记，要得舒服。原来是安呢，古时候澎诶，像喺啲台湾就有本按到嘅澎嘅種類，韓國其實啊，澎嘅佢哋嘅生態咩非常嘅特別，等下休息下轉來再個同大家嚟小結哦。歡迎轉到福氣來咧，我係總演員阿權妹。今日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來分享澎嘅哦。大家當接識咩當好識澎塘，唔過澎嘅大家有了解冇？剛下既然要同大家來小結啲台灣，下接看到嘅無同樣種類嘅澎嘅，唔過生下來我同大家來分享，也澎嘅價條啊，有人講學澎嘅有上是愛味價條是糖水，也係講出隻味價條是澎塘。做哪個愛味嘅？韓國上來真見有人啲嘅味澎塘一啲哦。有懂少啦。哦。人講有味澎塘差唔多要採咩錢？就會味澎塘。有人講冷天嘅時節花開到較少。冇花，應該講冇花。應該講冇花。全世界學澎嘅大部分嘅學澎嘅就係味塘。哦。像熱天啊，唔像美國啦，美國係熱天去採咩？佢係夏天採蜜。因為佢熱天嘅氣候較適合花開。因為佢大部分嘅花哦是夏天開花，像它的杏仁樹。台灣啊，亞洲國家大部分用兩季啦，春季跟秋季採蜜。對，夏天也有，比較少。對。對，古時候其實喺假使講花開到較少嘅時節，就會味嘅就是糖水，也係講澎塘。會味嘅是糖水。糖水，因為澎塘較貴啦。哦，古時候味嘅是糖水，本佢是糖水對佢來講，澎嘅做乜嘅按時要這樣子糖水呢？如果他寒天嘅時節，喺講冇去採花，冇去採咩，對佢來講會有乜嘅影響？佢冇好食不曉得。故事澎塘是它的熱量來源。熱量的來源。本其實本其實糖就砂糖啦，一般的砂糖。本其實糖的話，其實在補充它的熱量，冇營養，所以要味其實花粉。哦，花粉沒有味其實，故事佢聽咗愛食到花粉。一定要食到花粉，冇人講啊，唔入澎嘅係冇食到花粉嗬，澎王唔會上來。哇，古時候花粉對澎嘅來講係非常非常重要嘅，非常重要嘅。哦，所以我澎王上來，像人高凍啦，我當年高聽年啊，就一上嘢我開花嘅，嘅時節會大量嘅味花粉必食。哦，本期它的營養有點像他們的營養補充品，對不對？有時間唔看到亞花粉哈，其實亞花粉單一花粉。營養咩唔啦？單一花粉的意思，像一種花嘅。像一種花，像去加嘅話，還會加一些的東西，像嘅話有嘅大部分的朋友會加黃豆粉啦。黃豆粉就是補充它的氨基酸。加到花粉底。花粉、羅登香啊，澎嘅色，還有乜嘅啤酒酵母粉。哇！對，像嘅話，我還有很多配方，其實要的配方有點算是商業機密。唔過，就係講而會勞動到營養成分加多一條花粉底度，澎嘅色本佢補充營養。係。哇，原來係安尼嘅，像勞到嘅澎嘅出現啊，個你一碗碗嘅花粉，幾碗碗嘅花粉就安尼甜甜嘅，冇想到也係幾愛食咧。幾愛食，其實人講嘅要工蜂啊，人講嘅澎嘅其實蜂糧，蜂糧就係兩種啊，澎塘還有花粉。都係其實的東西。澎王就是蜂王乳，黃嫩，你講嘅黃嫩。黃嫩的話就係加麥啦，就是工蜂會吐蜂王乳，給蜂王吃。對，這個複雜的蜂箱裏面的人際關係，等下再過來小結。唔過生下來，再過同大家來分享，剛剛有講到呀花粉，其實澎農當前味道愛採呀花粉啊，有特別設計一個擠粉盒。係，這個擠粉盒係用嚟來作用，同大家來講一下。哦，像呀花粉盒啊，哈，看到底部上部有一隻孔咩？係。澎嘅啊，佢去採咩啦？
表演一下，佢菜咩？回身咧就发粉咩，毛茸茸的嘛，佢有60脚咩，也就前足把花粉弄到中足啊，2个脚，对，然后再中足推到后足，花粉篮，它的后足2块是花粉篮，就会集结成花粉粒。所以你看到，你看到夾腳方會有隻睇啲啊發粉，佢就比準啦，比準啦，佢比到呀發粉黑嘅地步咩？佢沒有一隻孔，佢一隻孔哦，設計就係一隻孔嘅大小啊，就同盆嘅差唔多大。佢高起夾腳方嘅發粉就會跌下來，高唔起，高唔起就會跌下來，就會跌到呀。就有一些像人脱鞋咁樣，對不對？你比到起就啊，身體高起啊，腳高唔起，然後就鞋子就脫掉了，花粉就脫掉了。是，好可愛哦，很可愛啊！現場看採花粉更可愛。原來就會按用來熟悉花粉的哦。也下人講嘅係按用嘅一般嘅小嘅盆嘅，不過剛才人有講到啊，像牛肉盆啊、虎頭蜂，很可怕，對不對？哎呀，有一隻蜜蜂飛出來，它應該不會叮我。不。但是你看像按用嘅牛肉盆，佢可能第一，那環境度烘，咩係有作用嘅哦，對不對？其實虎頭蜂在我們的生態上是有幫助的。有，因為佢生用咩？其實很。做乜佢一條種菜種花一條叫瀉藥嘅，它要殺的就是蟲嘛，通常是蛾類的蟲，幼蟲。哦，因為佢會殺蟲嘅。佢會殺蟲嘅，所以像苗栗公館嘅鳳洲啦，佢一條佢有嘅蟲誒，像斜紋葉稻蟲，佢會殺紅棗的葉子。挺有名嘅這個害蟲。對，非常有名的害蟲。佢一條有嘅做友善耕種嘅，要就棗農啊，佢就看到黃長腳蜂，佢就摸去滅掉佢啦。哦 ，TPA 有一種品種跟牛肉棚，對不對？對，叫黃長腳蜂。這個是有可以抑制這個蟲害的效果。對，它就會去吃那些害蟲啊，就幼蟲期，它就會去吃它。不過麻煩嘅就係一隻嘅鳳洲啦，你氣感咪會被掉到啊，而生意地位就臭嘅。對，不過剛才有講到吼，其實盆嘅底度它有非常複雜的關係，韓國叫像是製成一個生態的感覺。故說咪愛來請文化同大家來了解一下，呀，一個盆的底度，那裡面會有的角色分工有哪啲？好，我們來介紹一下。好，就是它主要有3級蜂啦，一個是工蜂，工蜂是女生母的雌性。等一下，對，工蜂呀，周公的公吼，這樣子的工蜂它是女生，對，全部都是女生。係馬。我老到真辛苦，啲周公嘅棚嘅幾個誒，係公嘅張倉啊。唔係，佢全部馬。嗰個公棚係馬誒。一條全部就係捧房嘅妹。哇！嗰時一條捧房嘅妹嘢按到公棚。係公棚。一條係負責出去採花咩啦，採花粉。採花粉、採咩、採水，還有守衛，還有哺育，還有建造，全部就一條做。按多些愛做，什麼人又會按辛苦啊？嗰時處理呀，當辛苦嘅公棚以外，接下來還有呀。雄蜂誒，雄蜂對不對？雄蜂係，佢就講實在話啦，佢對養蜂來講，佢就冇乜個做事情啦，就申報某做事啦。就這樣，養個一生，當雄蜂就可以這麼爽快。他只負責一件事，就是交配。哈，對，就因為它是雄性。雄性對。對，你係公誒，按到雄蜂，它就只需要交配。它體積大，所以它消耗飼料也多。哈，嗰個其實動到又冇做事，有冇有按摩公平的事情啊？係啊，所以一般小朋友請老雄蜂，不過佢咩都有用啦。像英文它的名字叫 drone，D-R-O-N-E。D-R-O-N-E。其實英文的意思就是懶人啦，就是雄蜂的意思就是懶人。好直接啊！對。就係懶食股，懶食股，對不對？對。按你盆嘅比來比去，應該冇相關哈。冇相關，因為他在找他的家。對。因為樣旁呀，它有這個日光，所以他們可能撈到係熱頭。我們現在是很自然的一個環境，同大家來小嘅盆誒。生下來盆到底度青蔥一位就是女王蜂了。捧王。對，捧王。睇下後排係唔係唔啲？捧王係馬誒。係唔啲，但
多年前人们养蜂都以为它是国王，所以早期叫 king。对。后来是一些学者发现，它不是，没谁来黑谁摸黑谁摸不上乱黑谁摸没，所以就发现它是 queen。对，它不是 king， 对，原来它是 queen， 是黑马的，很多女王蜂啊，女王蜂，大家已经习惯都叫蓬网共已经讲习惯了啦，所以大家就还是一样都叫蜂王。对。古时候其实像按用嘅蓬网，对一只蓬雕来讲，係有非常重要嘅角色，对不对？错，因为你负责的就会散乱，然后维持群势。所以维持群势，所以它有一个法力，就会控制所有的蓬对，它有是这意思吗？有费洛蒙啦，它身上大概有好几种费洛蒙，那它分散出这些费洛蒙，可以影响整个群势的稳定度。对，所以当它压不住的时候，蜂群就会躁动。心情某个时间，蓬可能就没办法躺发，就会乱了套，是秩序就会大乱。没错，甚至分蜂。哇，分蜂，古时候就会冇强用嘅，哪一上嘅蓬都会出来，有可能。有可能，好，俺讲蓬王佢爱说的东西係蓬王呢，那。蜂胶呢，在国外有一种当归的蜂胶，一般来讲会从就是拉丁美洲嘅条国家来进口来卖，韩国卖当归，上来蜂王乳跟蜂胶係乜嘅东西用的呢？蜂胶一般来讲，蜂王乳就是蜂王吃的食物啦。讲蓬会吃的东西叫蜂粮。蜂粮就是蜂蜜加花粉混合叫蜂粮。对。蜂王吃蜂王乳，一般就是食物。那蜂胶他们主要叫做是拿来修筑巢门。它是它的胶水，对，把它当胶水用。然后因为蜂胶有很强的抗生素，它其实就算天然抗生素，它有很好的抗菌效果，所以里面有些巢内死掉的蜜蜂，它就会用蜂胶把它缠起来，完全不会发霉。哇！对，它采胶是因为蜜蜂会从一些树会分泌胶嘛，它就会去采胶。那采完胶之后，就会填补在变成它们的产物。其实主要就是修补巢门那些。原来係咁呢，古時候大家第一就捧嘅知識冇，唔地錯冇。先休息一下，等下有行卡度嘅內容，我同大家來分享哦。好，分享大家要真到福起來咧，我係做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好同大家來小記講到相關捧嘅知識。剛剛上一段節目當中，其實觀察箱底部嘅捧嘅有比出來同大家來小加滿一下。不過其實咩想來同大家來講一下吼，對於呀捧嘅比出來，其實唔是安講，也係講啲太刺眼，你係有讀到捧嘅，唔是這麼的驚慌，對不對？對，其實哈。每本捧的調，其實你就都夾不卡夫圈的。佢調唔係要防衛，只是要防衛它。一般你看到 nobody 有發風的捧的都比啊，你名佢唔會調。對，因為它的任務是採蜜、採粉，不是為了蜇人。对，因为冇想会按这么费力的去蜇你。没错，是。对，故说刚刚上一段节目当中有小结一下亚鹏的地度的这个生态，同其他有个关系，就会讲有工蜂做工的那种工蜂，还有真的是公的这个雄蜂，好，很多雄鹏呀，雄鹏婴儿还有呀女王蜂，那听起来最没有用的就是雄蜂。是，但是。说它最没有用，其实它也是小朋友要育种嘛，它也是最有用的哦，因为它带的遗传物质是最多的。带的遗传物质，黑讲给影响到它的下一代的表现，是最大的，对，是最影响最大层面的，最直接。讲啊，小朋友啊哈，要小好的捧网啊哈，雄蜂就要好。哦，对，因为我们是双倍体生物，我们人类是双倍体，就是爸爸妈妈各拿一半的基因嘛。那雄蜂它不一样，它是单倍二倍体生物。单倍二倍体的意思是说，雄蜂是单倍体，它只有一套的染色体。
哦，比如说它只有16个染色体。对。那蜂王、蜂后，它有1对，所以它是有16对染色体。所以变成说，如果2个交配的话，我拿蜂王。雄蜂的基因是比较多，对。故说女王蜂跟雄蜂交配以后产生的下一胎就是公蜂嘛，对不对？对，就是公蜂。公蜂对，也是女王蜂。也是女王蜂。对。哦。所以公蜂如果一直吃蜂王乳的话，对，到最后就变女王蜂。但是是下一代的女王蜂。下一代女王蜂，像。蜂王产卵嘛，它会产2个卵，一个叫受精卵，一个叫未受精卵。受精卵就是这个公蜂，对啊，未受精卵就是雄蜂。哦，所以雄蜂是完全复制女王蜂的感觉，因为它不需要经过交配，它不需要受精，所以它就是它的卵子嘛。它没有精子，所以它不需要结合另一个基因，但是却直接生出公的。对，好奇怪哦。对，它是一个很高度进化的社会性昆虫。没错。对，而且我觉得它可以成为那个女权运动的代表的 logo。没错。因为全部都是女生，然后大家女力非常强大。对，没错。但是其实像暗涌跟彭A啊，既然讲说女王蜂直接孕育了雄蜂。那吉亚德要交配的时候怎么办？那这一个巢箱里面都是他直接生出来的小孩啊，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所以他为了避免近亲交配，所以他们就会通常会飞行的时候叫婚飞啦。蜂后大概出生之后大概10天左右婚飞，7到14天左右婚飞。婚飞的时候它不会在近地蜂场婚飞，它会飞到比较远另外一个蜂场。哇，吉位七嘎迪不要跟自己的近亲交配，而且他同一乡的雄蜂，他的儿子他自己知道。哇，对，所以他们非常有伦理的概念。因为费洛蒙的关系，但是问题是，如果是间隔，我们育王最怕就是说隔下代，那就不一定知道了，就会有近亲交配的问题。所以我们通常饲养的话，会把父群跟母群，像我们要育种，我们会父群母群把它拆开来。然后要婚飞的时候，这一群会把它移地，到另一个蜂场，给它做婚飞。哇，原来是这样。不过唐贡吉亚的第一个要交配的时候啊，刚刚讲婚飞，讲婚飞是有原因的，因为它要飞起来才可以交配。对，这个很特别。他们是在空中交尾啦，好像有一点浪漫。所以他们飞很高，像8米左右。我们讲了。公蜂飞的大概是8米以下，那他们的婚飞层大概是8到12米。姑说雄蜂要有能力可以飞那么高，8到12米。没错。女王蜂也一定可以飞到那么高，其实就是一个筛选的过程。你黑讲比唔拉狗就走唔得同来交配是这个意思。对，没错。所以它会借由飞到一定的高度来挑选它的伴侣。对，另外是那个高度天敌也比较少。因为高度到某种程度的时候，鸟类不太容易发觉，不然蝙蝠啊、鸟类发现了也有可能会吃它们。对，那像这样子的交配，一只鹏凤一生年，会交配很多次吗？它大概一次跟10只雄蜂交配，一次就是它起飞到婚飞层就那一次，就跟10只，有时候受精不足，它会婚飞2次到3次，几率很低。大部分都是一次，但是它最后生下来的可能会其中一只给后代，还是说会综合？会综合，好神奇哦！对，雄蜂里面的精子，如果蜂王啦，它大概婚飞一次，它这个就可以除个500-600万个那个精子嘛，然后它重启一生就会待在蜂巢里。古早机枪师出去交尾一次，你这种都给它丢底度，就再给出去，然后可以这样子生多久？生6年。6年？对，直到它不太产卵的时候，它们就会开始产下一代。这个过程我们就叫分蜂。产下一代就叫做分蜂。古早机用哈尼胎会变成蜂王，要怎么判断它下一代到底是没有受精的雄蜂还是蜂王呢？他会做王台。其实做王台是工蜂的责任啊。工蜂发现，他真的很忙哎，什么都他在做。对，他就可能下面会造很多王台。
那就像那个王台一样，看到的。那你会看到槽框的家，槽框下面会一整排王台，这个过程我们就叫分封热。分封热，很热啊！哦，分封热，很热，对，就是哇，大量分封的时候，对，它这时候通常是春季，那我们养蜂的就会去除王台，对。可是有时候分封的王台很漂亮，我们有时候会把它留下来当育种，对，就把它另外。所以一般如果业余养蜂啊，它如果它不会育种的话，它不会移虫，它也可以趁分封的时节来把它拆好几群。哇！让它出网，出完网之后，它就有好几个蜂后。像亚头前有看到4个王台，那这4个王台有可能同时出现在蜂巢里面吗？它一次造很多个王台，生很多只蜂王。这4个王台就是同一个妈妈生的。那怎么办？4只蜂王出来不是打架？对，所以我们会像我来讲，我就会加那个叫蜂王保护罩。哦。蜂后出来之后。它就出不去，对对，确定啦，确定佢即唔過去，唔會就互相去咬啦。但有没有可能在其他的碰到底度的碰的这些工蜂们，其他的冇接受笨蛋给女王蜂，有没有可能因为什么原因他们不接受？通常原本出房的处女王，我们讲的女王蜂，他们都一定会接受，就是自己窝里面生出来的。啊，通常不接受是我们介入蜂王，就是引力秀棚哎，所以可能会用人为的方式介入这个蜜蜂的生态，那放了一个女王蜂进去。常常因为无王太久，这个是气候问题啊，比如说下雨太多天了，它蜂王又没有产卵，又刚好受伤又生病，那它没办法急躁，会乱了套，它没有急躁王台，没办法生产下一个雏菌的时候，对，它可能会供蜂产卵，这时候我们养蜂的就会介入。蜂王，应该的就会本起一个蜂王，看他们接不接受。不接受，就会灭亡啊，去咬起啦。哈，对对对，围成一球，对对对，这么可怕。这时候我们就喷水把它驱赶，喷水之后在身上再喷一些蜜汁，消除它的群味。古早其实像按用嘅蜂嘅嘅生态，基本伊真正係长知識，像松口共用，本大家了解懂懂。不过像大家我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实用的知识，像蜂嘅出現嗰杯，佢會叼人，不過有哪條人種乜嘅sản婦，又係講哪條部位，它容易會俾人蜂嘅叼到。其實就是深色衣服啦。深色、5色的青后魔种怎么办？裙子黑色，裙子都不行。对，还有就是蓝色。蓝色，对对对，深蓝色、深蓝色、亮蓝色、亮蓝色都是。对，因为蜜蜂它能看到的光，红光它看不太到，红色它看不太到，它要算红绿色嘛，所以尽量紫外红色、蓝色那一块就不要，或者是穿白色。那红色就不会被叮喽。可是红色它看起来是灰色，灰黑灰黑的，太暗，最好也不要。所以就是走浅色啊、白色啦、碎粉色这样子，浅颜色的衣服。浅，像我现在主要都穿灰色。就浅的。对，像他们像这种颜色，对，灰色。这个就有经验啊，还讲铺 V 呢，有人讲蓬的好表面。对，他们很爱雕样、模组，要这么厉害。有一个说法啦，讲以前讲熊啊，那个熊会去偷吃蜂蜜嘛，对对，小熊维尼，它那个熊体积大，毛又多，皮肤又厚，蜜蜂蛰它不太痛，那脸的部分神经比较多，对，然后熊因为眼睛周围这边神经多嘛，蛰到比较痛，所以有可能演化的结果就是它很爱蛰人的脸，有朋友会叼眼啊，你就看呢。很奇怪哦，其实就不会叼你树。真的假的？真的，它就一定要蛰你的脸。哇，古手鸭真的很实用哦。韩国每位同大家來分享當中嘅一件事情，我副人嘅太吃鹽，因為太吃鹽對人貴嘅循環都當中也有韓國本大家認識捧嘅大家咩唔好按強捧嘅哦，對不對？古手今日要當什麼文化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謝謝。咩什麼觀眾朋友嘅時間休息一下，聽下來做運動了。